佢唱出自己嘅故事，唱到街知巷聞。第8集嘅大街小巷，華仔嚟到曼哈頓唐人街、披露街、甲佐亞街，參加由華埠商改區舉辦嘅紀念陳百強離世32週年露天演唱會。稍後，華仔將聯同康寶萊總裁謝美美一齊走近呢位街頭網紅歌手唐人街小飛俠，聆聽佢背後鮮為人知嘅故事。小飛俠本名叫曾嘉誠，90年代出生，台山涌撈人，自細就沉醉於粵語金曲。陳百強、譚詠麟、張國榮、李克勤同4大天王嘅歌曲伴佢走過青春歲月。讀中學時期，佢已經展現出過人嘅音樂天賦，代表學校參加唔同嘅大型校際比賽，憑住獨特嘅舞台氣質同磁性嗓音屢獲佳績，更被譽為最具潛力嘅校園歌手。小飛俠身材高挑，氣場十足，歌聲動聽，情感飽滿。佢將一首首粵語經典唱到海外華人嘅心。佢用自己嘅風格方式演繹，將每一首歌都唱出佢獨特嘅味道，燃起海外華人對粵語歌曲嘅回憶同埋思念。小飛俠憑住真摯嘅歌聲同舞台魅力，喺短短1年間，唐人街小飛俠呢個名字已經喺唐人街走紅，成功吸引一大班忠實粉絲。大家仲記得喺堅尼路甲物街路口，小飛俠與街坊、遊客齊齊大合唱嘅畫面，已經成為唐人街獨特嘅風景線。音樂路上，小飛俠嘅努力亦不斷獲得大家嘅肯定。喺僑社舉辦嘅各類活動，我哋總能見到小飛俠嘅身影，作為特別嘉賓登台演出，為現場增添歡樂氣氛。而小飛俠呢個名字亦逐漸深入民心，可以講係街知巷聞。佢嘅歌聲更響遍大街小巷。小飛俠今日喺唐人街再次掀起大熱潮。繼4月份主持懷念張國榮演唱會之後，佢今次又再次籌劃懷念陳百強演唱會，帶領大家重溫經典金曲。中午12點鐘音樂一響起，就吸引大批街坊同遊客駐足圍觀，大家一齊載歌載舞，氣氛熱鬧，整條街道都充滿笑聲、掌聲同歌聲，成為一個真正嘅音樂派對。小飛俠同一班音樂愛好者深情演繹陳百強多首經典金曲，熟悉嘅旋律一首接一首響起，街坊同遊客都被佢真摯嘅歌聲打動，現場掌聲歡呼聲此起彼落，場面溫馨動人。而華仔同康寶萊總裁謝美美專程到場為小飛俠打卡加油。謝美美總裁向我哋透露，已經邀請小飛俠擔任明年3月1號康寶萊47週年慶慈善晚會嘅特別嘉賓，屆時將會帶來震撼嘅舞台演出。今日華仔亦想為大家透露小飛俠鮮為人知嘅另一面。小飛俠佢唔只係一位深受街坊喜愛嘅師奶殺手，佢仲係一位專業滑雪教練。生活中嘅佢活力十足，熱愛運動。另一方面，佢亦擔任全球領先嘅營養健康企業康寶萊公司嘅營養教練，希望通過正面嘅生活方式，影響更多人保持健康，活出自信，將健康同愛傳遞給社區。主辦單位表示，未來會繼續策劃更多精彩活動，讓華埠嘅街坊同遊客都能一齊享受音樂，感受社區活力。沒料到我所失的，竟然